了，这里还要开冷气。
嗯，做个屁。9号。9号跟10号都比较新，所以看起来比较新。我们无线麦克风是不是有几只坏掉？还是不是要补啊？没有，没有坏掉，都没坏。喂喂喂喂喂，喂喂喂喂。然后看有没有电就好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真欢喜！伫礼拜二的时阵，甲大家相见面，愿上帝甲咱大家三个伫地，一言欢喜，嘛伫咱中间。请咱掀开信息149首，信息149首，这是一首俄罗耶稣基督真水的诗歌，149。来，美妙主耶稣，满美的光光，你不虚心，加追随你，主我所信用，主我所尊重，我欢喜主追我故。第38来，美妙的君王，万邦所敬奉，为了我存欢喜感谢，严格甲尊贵，稳定甲主庇，永远甲永远能胜利。哦，149首 A 调。好来，咱即摆掀开信息166首，466首。来，天顶大开，稳定的门，来平光就出来。这更是主是价格，显明救主大仁爱，一大救主无穷无悔，这门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。咱第一节搁一摆哦。本来天顶大开，稳定的门，来平光就出来。这更是主是价格，显明救主大仁爱。一大救主无穷无畏，这门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，这门为我大开。请咱闭慢心来做今仔。
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。毋是，是毋是149首 A？ 是毋是149首 A？ 美妙主耶稣，请起立。咱犹原徛公读心的界面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主宾亲像家己。你就让个是全律法干先知的总分头。我以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你，你若着安尼三听，你若三听，真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考英文第20篇，考英文第20篇。我来考，请大家来应。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照写伊的名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侮辱。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，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。百姓中的达族啊，恁着将权能的荣光归乎耶和华，因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。就因圣洁的装下，正敬拜耶和华。伫列邦中就讲，世界坚固，袂摇动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。愿参行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因为伊来啊，
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，是全能的主。你看顾阮的性命，无论是伫时也是无伫时，拢有你的手牵着阮。主啊，阮承认，阮时常会惊、会烦恼、会软弱，但是主啊，今仔日阮来到你的殿来祈求你，赐予阮一粒全心全灵倚靠你的信心。无论阮的生活伫顺境也是逆境，阮拢相信有主的好旨意。虽然阮所祈求的常常无照阮的意思来成就，阮听候的答案嘛常常无结果，也是眼前的道路充满困难甲挑战。主啊，阮嘛要讲，阮犹原相信你。主啊，你知影阮的心，知影阮拢是软弱的人，阮需要你的力量。叫阮通相信你的安排拢是上好，叫阮伫失望的时，嘛会记得你是永远袂改变的主。主啊，赐阮一粒愿意顺服的心，无论阮的环境是艰甜也是苦涩，无论阮行过青草地也是死荫的山谷，阮拢要你的面，倚靠你的恩典。主啊，阮要学习掠头仰望你，将一切忧虑放落伫你的面前，因为阮知影。你听阮，你有你的时间，你的做工。我嘛甘愿来军队学习，学习顺服，学习听候，学习谦卑。主啊，赐予阮有一粒永远袂放弃的信心。无论结果是安怎，阮拢要讲：主啊，你为阮牺牲性命，受鞭拍，受苦楚。阮用阮听主的心，完全信靠你。阮将阮的心、阮的路、阮的一切，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掌管，求你亲自来带路。愿你施恩赐福，互阮即个时间拢仰望伫你的面前。愿尊贵金光归三位一体的上帝。愿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赞美圣歌对所要学录的诗歌是成就伊的国。
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第1甲第10节。伫主播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翻着我来读。耶稣讲，互百姓听的话拢明白，就入甲必灵。有一个百种所对中的奴仆患着病，伫要死。百种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找犹大的长老几若人求伊来救伊的奴仆。因就近耶稣，切求伊讲，即人会牵得你甲伊行即个代志，因为伊疼咱的百姓。佮本身替咱去会堂，耶稣甲因去，离厝无偌远，百种找几若个朋友就近伊，甲伊讲：主啊，毋通劳烦，你到我的厝，我转袂起，我也掠做家己袂牵得就近你。你若讲一句话，我的奴仆就会好，因为我也是互人管的人，也有兵互我管，甲即个讲。去，伊就去；甲迄个讲来，伊就来；甲我奴仆讲行安尼，伊就行安尼。耶稣听见这个话，就奇怪伊，活转身甲对伊的众人讲：我甲恁讲，亲像这号的信，连以色列中我也袂捌拄着。所找的人倒去到厝，看见奴仆已经好好。讲到。今日牧师讲道的题目是百种的见证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赏赐阮有百种即款的信心，互阮会当来学习。恳求主圣神运行伫阮所有兄弟姊妹的心内，互百种的信心、百种的见证，会当成做阮一生。阮一生行主道路的时，阮也诚做阮的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想，毋知大家有发现一项代志，就是伫咱教会四周围的巷仔内，就是为我们这边叫做新中山嘛吼。咱遮个巷仔内咧，常常会看见有真侪少年人伫排队，亲像建成国中吼，咱。方向，吼，咱建成国中的对面就有一间店。牧师没有在非广告时间啦，吼，就常常看到真侪人在排队，一等哦，至少爱等半点真久以上。这种情形不止啊多，大多数有真侪人在排队的店面，亲像咱知影雷关长老伊嘛有开迄个煎饼果子，因是拄开始的时阵，也毋是足侪人客的时阵，伊也会。通过网络的即个手机吼，网络评价，手机嘛会拍分数啊吼，来吸引人客。对伫毋捌食过的人客，特别是少年人，即马拢是会透过手机拍分数的即个网络评价，来判断即间店是毋是有值得因去排队。就算讲爱排1点真久。有时啊，迄排队嘛排足久的哦，1点真久，因若心甘情愿。网络评价已经是现代少年人是毋是会愿意前往消费的一个标准。总是即个标准，敢有完全符合家己的需要甲胃口，迄就无拄拄啦。伫耶稣道成肉体，约了。耶稣道成肉体，正经约了差不多400年久，遐尼久长的时间，犹太人也有属伫因对弥赛亚的网络评价。若是因迄当阵有手机啊吼，他们也可以上网打分数。这犹太人呢，因听讲的弥赛亚应该是有权有势，对有权有势的家庭出世的。也有互人真兴炫的学历甲经历，并且会带领所有的犹太人推翻邪道，罗马政权重新互即群犹太人得到自由。若是照这个标准来看，耶稣这位弥赛亚，伊对出世到成长，伊的家庭背景，伊成长的过程，实在是特别出手啦。咱讲特别出手，无啥物好夸口的。
而且吼，伊的目的，伊的意向，和迄当阵的犹太人完全无共款。所以犹太人因迄当阵若是有手机啊，因若做网络评价的时阵，因会互耶稣拍几分？1分到5分，1分是上低，5分是上悬的。你若是迄当阵的犹太人，会互即个耶稣，大家若是讲伊是弥赛亚，你会互即位弥赛亚拍几分？迄当阵犹太人的分数真低，只有1粒星尔。他们打给耶稣的分数是最低的那个分数，1颗星而已。毋过伫耶稣后来，耶稣开始侍奉的过程，咱伫路加福音书伫即2礼拜，咱的读经正都有记载，就知影耶稣伫犹太人的会堂讲道大有权柄，佮将一位犯着鬼的人的邪神赶出去，佮清去一位规身躯生太高的人，医治一只手高大的人，也佮有对逐所在要来听伊道理的人来传福音，讲送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上帝国是恁的。耶稣佮讲，爱对恁的对敌，恁爱去疼，爱去疼恁的对敌，要爱仇敌。无得批评人，不可论断人。好树会结好果子。咱若照读经正道来看，我想牧师拄则读的遐个物件，大家应该拢真熟。即啲犹太人亲自听见耶稣的道理，亲目看见耶稣所行神迹奇事以后，有个人伊迄个分数就开始，有真少数的犹太人开始会甲耶稣打3颗星。有的呢，更少数的会给耶稣打5颗星，总是阁有侪人有缘，互伊1粒星尔。因为耶稣所行所做实在是超越因所会当想象，甚至那个想象是他们觉得有点离经叛道啊！这个耶稣怎么这么反传统？怎么这么反传统？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3节，咱就无后壁面，咱做伙来读。咱这段经文的第1节到第3节，咱看到就做伙来读，请。耶稣讲，互百姓听的话，拢明白，就入迦百农。有一个百种所对中的萝卜患着病，得要死。百种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找犹太长老几啊人，求伊来救伊的萝卜。伫遮，到遮，伫遮有讲到一位百种，伊所对中的萝卜患着病，得要死。百种一听见，伊捌听见耶稣的事，伊就托几啊个犹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伊的萝卜。百种，这个职位是罗马军队一个真重要的职务，专职负责兵丁的训练。照罗马军队的规定，兵丁伊在军队服侍的做兵20年的期间，袂当结婚。罗马政府有规定哦，你当兵的20年的，在罗马军队当兵20年期间，你是不能结婚的。所以最咱讲阿兵哥啦，遐个兵丁伫扎营的所在，拢会有小老婆，毋是细姨啦，就是他们就是地下老婆，不能浮上台面的，因为不能结婚嘛，训练兵丁的百种，通常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啦。毋过百种咧。兵丁有遐个地下老婆，百种通常是等到退休了后才会结婚，因为百种这个职务爱定爱四界走，就是常常要轮调。就算讲有一寡愿意做地下老婆，他们愿意给遐个兵做地下老婆，也不愿意给百种做地下老婆，因为无偌久伊就走，这个关系非常不稳定。所以呢，伫百种的厝内，或者是咱讲他在他的官舍里面啊，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是官舍，通常只有长期陪伴伊四界走的萝卜。
所以伯仲甲伊的罗卜，因的关系除了是主仆的，我们一般想象那种主仆的关系以外，佫较是一种长期并肩作战的关系。这种关系甚至比伊的亲人佫较亲。这种关系比伊的亲人，其实咱即马，咱伫咱台湾已经真久长的时间，咱也有亲像伯仲和伊的仆人的这种的关系。我们台湾有许多的外劳，很多外劳跟雇主的，就是照顾者的关系，其实有的时候会比亲人还要亲。有的时候亲人可能1年都见不到1、2次面，但是外劳是长期陪伴好这位长辈。当这位伯仲的罗卜患着病，特别死，咱会当想象这位伯仲早就通过伊伫军队的一切通使用的资源，透过伊的关系，想办法来医治这位罗卜，总是无效。就伫伊感觉真无愿望的时阵，就想着耶稣。是讲伊未捌亲目看到见过耶稣，却是常常有听过，像拄则牧师所讲的遐，伊常常有听过耶稣关系耶稣的事，伊也常常关心注意耶稣的一切，伊并无受到迄个负面评论的影响，他并没有受到那个1颗星、3颗星的影响。就决意拜托过来犹太长老去恳求耶稣来甲伊的罗卜来医治。伯仲这个身份是当时罗马政权来讲是一个，也算讲是一个有地位的人。其实这位伯仲会当直接命令犹太人的长老，恁甲我去找耶稣来，甲我的罗卜甲我医好。总是伊无安尼，伊是用拜托的。是安怎伊会安尼做？是安怎伊会安尼遮尔啊关心去注意耶稣的一切？拄则有讲过，有侪侪罗马兵丁拢有家己的地下老婆。其实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的道德真败坏，男男女女的关系也真复杂，有够乱。所以这位伯仲。是安怎遮尔啊关心犹太人的会堂，佮推起会堂，就是这位伯仲对伊迄个时代的即种现象，感觉真厌恶，感觉足厌恶的。伊对伫犹太人独一真神，即个强调忠诚专一的信仰，已经较无久。前1、2礼拜，牧师伫社区英法主好厝边咧分享的时阵。咱有一段对话，因遮的时代吼，社区英华寺好厝边遮的时代，对伫现代少年人、现代青年对伫婚姻的看法，因实在有够烦恼。其实因所反映的是即马现代社会普遍的现象。因在分享讲，即马的青年吼，因对伫婚姻哦，感觉婚姻就是一个互惠的关系啦。我会当对你的心上摕到什么好处？我可以从你的身上拿到多少好处？至于牺牲奉献，迄个太遥远了。牺牲奉献对因来讲，太过遥远，因他们彼此之间不敢奢求对彼此忠诚。也不敢奢求能够同心同行到什么程度。听了因的分享，牧师有真深的感触。牧师深深感谢上帝替咱陪伴这么大的恩典，因为咱拢借着耶稣的救赎，通脱离这种的黑暗。上帝知影咱每一个人的内心拢较无一份真稳定的关系。耶稣是咱的心通找到靠岸的所在，因为这种的平安，这种的稳定，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遮尔啊稳定，所以咱才有信心通和别人、和彼此共同建立、努力，做伙建立一个互相信任、彼此相听、通久久长长的关系。
无早着离婚啊啦，早着个人行个人的路啦。我何必忍耐你到，我要忍耐你到当时啊？所以，即种对关系的较无，就是八种对即个信仰伊会较无。除了八种对即个信仰本身会较无，耶稣伊着听对得的即个讲道，也互八种的心深深受着激励。八种知影犹太教是一个强调犹太血统、深信上帝恩典这祝福遐个受拣选的犹太人的身上，迄才是有行割礼、皈依进入犹太教的人。那亲像八种即款的外邦人，无分伫上帝恩典甲祝福，这是八种对伫犹太教的理解，伊的理解也真正确。所以耶稣即篇对伫着听对得的即个讲道篇，激励八种的心。八种相信，只要伊愿意亲近耶稣，耶稣就一定会用永远的慈悲来款待伊。八种相信，只要伊愿意甲耶稣建立关系，耶稣也一定会接纳伊。无伊就一定着爱受割礼。若是安尼，所以若是伊有求耶稣，伊要和耶稣建立关系，耶稣就一定会接纳伊。所以八种就谦卑去拜托伊所认捌的犹太长老，拜托因去求耶稣来医治伊的奴仆。咱继续来看第40到第80的经文。第40到第80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因就近耶稣切切求伊讲：即人未堪得你甲伊行即个代志，因为伊疼咱的百姓，佮本身替咱起会堂。耶稣甲因去，离厝无偌远，八种找几个朋友就近伊，甲伊讲：主啊，毋通劳烦，你到我的厝，我转袂起。我也掠做家己袂堪得就近你，你若讲一句话，我的奴仆就会好，因为我的是互人管的人，也有兵互我管。甲即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迄个讲来，伊就来；甲我的奴仆讲行安尼，伊就行安尼。这个犹太长老就照安尼去恳求耶稣。来回应八种平常时对因的照顾甲奉献，耶稣连面就答应，起身前往八种的厝。这个消息真紧就传予八种知影。八种为着照顾陪伴伊这位病甲得要死的奴仆，无法度离开，就连面佮拜托几若位朋友去见耶稣讲：主啊，毋通劳烦，你到我厝哦，我转袂起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只要你讲一句话，我的奴仆就会好。因为我也是有顶死的人，互人管；我也是有顶死互人管的八种，也有兵互我管。我会当照我的权分派工作互人。我对这个讲去，伊就会去；我对迄个讲来，伊就会来；我对我的奴仆讲行安尼，伊就会照安尼去做。有做过兵的人拢清楚，在部队里军令如山是理所当然的。合理的要求是，来，有做过兵的人，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吗？合理的要求是什么？是训练。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。好，所以呢，不管合理不合理，都是锻炼。好，这款的要求甲态度，对专职训练兵丁的八种是有够清楚的。对伫一位中阶将领、中阶干部啦，中阶干部八种来讲，伊了解一个命令，若是会当做到绝对的顺服，伊所发出的功效已经是真大。所以，无论八种是毋是有认同顶司所交代的命令，总是伊为着要互顶上级将领所发出的命令，会当确实伫基层来执行的时阵，中间干部的反应甲态度就真重要。
请求烂棒我们都玩过那个传递密码的游戏，比手画脚，好，可能有4到6个人一组，第一个他拿到题目就开始跟第二个比手画脚，他们只能用比的，不能用说的，然后2、3、4、5就要照着这样子去比给下一个人看，第一个人怎么比，下面的就要跟着比，然后第6个去猜，第一个他看到的题目是什么？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在怀疑，想说你比这是在冲啥，然后他用自己的理解重新诠释，然后呢又重新比了不一样的动作的时候，就整个就歪楼了嘛。好，我们有玩过这个，去年好像不知道哪一年的全教会趣味竞赛，我们就有玩过这样。中间的人吼，那照家己意思去调整哦，就规个歪去啊。所以背诵这个积分必须就爱绝对的顺服。总是咱拢知，无啥物战争是稳赢的呀，无啥物战争是稳赢的。战争一旦开始，就算讲完全顺服，也无一定无拄拄会得胜。上级将领要下达的指令，中阶干部仍然要照实的去传达。即使是一个会输的战争，上级下达的指令，中阶干部就一定要去还是要切实的执行。众将士如果能团结一心，同心同行，抵御外敌，无论结果是如何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部队拢嘛是安尼讲的吼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就是背诵的脚步，也是伊信心的源头。全体一条心。希望耶稣有伊的权柄，总是上帝有上帝的时间，耶稣袂当搬过上帝天父上帝的主权。这就通比平咱定定在讲。咱有祈祷啊，安尼拢无效。咱的祈祷乃无得到稳准，因为迄是上帝的主权。当这位中阶干部背诵一方面热切较无耶稣，望这位耶稣会当接受伊的恳求，甲伊做伙面对伊人生的风影，医治伊的路步。另外一方面，背诵也已经备办好势，备办好啥物？耶稣伫即个时阵算讲伊的顶司，伊已经备办好，顶司要安怎来命令，伊就照安尼来顺服。顶司伊的顶司，耶稣要医治就医治，耶稣因为天父上帝的主权无法度医治，伊也顺服，这是背诵的信心。所以，无论耶稣敢有要医治，无论结果是如何，背诵拢愿意甲耶稣做伙来面对这个挑战。伊相信甲耶稣同行，就一定会得胜。这个胜利，毋是在伫路步是毋是有得到医治？这个胜利是背诵，无过是只有听讲有耶稣这号人，是背诵已经有决意进一步，甲耶稣同心同行，亲身经历。耶稣的听甲业力，这就是背诵的见证。咱搁来看第9节、第10节，咱来看经文的第9节甲第10节。第9节、第10节，咱看到做伙来读，请耶稣听见这的话就奇怪伊，活当先甲缀伊的证人讲，我甲恁讲，亲像即号的信，连以色列中我枵袂捌拄着，所找人倒去到厝，看见路步已经好好。虽然当时的犹太人也捌听讲耶稣会行做，总是因定定掠家己想要治的做异端，但是军队耶稣嘿，咱会得到偌济好处咧？一开始有讲嘛，因为耶稣拢无照因的心所想的，所以就给伊打一颗心而已。很多的犹太人还是只有给耶稣打一颗心，因无法度放下家己性命的主权，
因放袂落心中的犹豫甲不满，直到因一直无法度顺服上帝的安排，无法度执行上帝的命令，因对头到尾拢拒绝耶稣。所以耶稣就感觉真奇怪，就连听上帝的话久久长长的遐个犹太人，拢是安尼。嘿，伯总，这位伯总，这位外邦人，却会当有这款的信心。就是我滚耶稣是为着顺探耶稣啊！我滚耶稣是为着要甲耶稣同行，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毋是表面上无毋着，伊爱伊的萝卜，犯着病得要死的萝卜得着医好，总是拄则所讲的，伊是伯总，伊知影顶死的命令。不能推辞。今天我决定要跟你，我就跟到底。不管这场战争输赢如何，兄弟姊妹，当咱爱袂信主、要袂坚信的时阵，咱也捌亲像伯总，捌听讲耶稣会行做，甚至也亲目看到伊拄着甲耶稣相拄。直到信主受洗，无过只有听见侪亲像侪见证，亲像云彩。咱也亲身经历耶稣是安怎，互咱得到透放，得到自由。咱伫前往天国，伫咱伫拍十字架的道路，咱犹原有侪征战要拍。有时咱会拍赢，有时咱会拍输，有时咱会留空棚，互魔鬼入来控制咱。有时咱会受捆绑，失去自由；有时啊，搁接着耶稣会当得到自由。有时看起来是输，其实是赢；有时看起来是赢，却是输。到底是输还是赢？到底是输还是赢？就爱伫咱是伫咱每一个人，每一场大细的征战的中间，咱所伫意的到底是甚物？咱来看这，在我们人生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征战里面，我们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？咱所伫意的，敢是咱的成就甲产业，是毋是会当持守？咱所伫意的，敢是咱生活顶面的一切，拢会当照家己的心意来行？无毋对，咱基督拢望是遮的，会当来成就，总是。迄只咱所伫意的是会当甲主同心同行，较无和耶稣亲近结连伫伊。这是有层次的。我们所看重的、注重的，到底是表面的东西，还是我们内心？即或不然，依然我们要跟耶稣同心同行这件事。就伫伯总对耶稣讲：“你若讲一句话，我的路目就会好。”的迄个时阵。就伫伯总，伊对耶稣讲：“你一句话啦，你毋免来，你一句话，我的路目就会好。”的迄个时阵，伯总真正伫意的，就是他要跟主耶稣成为一个可以在战场上可以背靠背，一起面向敌人的那种关系，可以把我的背后交给对方，那种彼此信任的关系。在战场上，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我们把我们的背后交给别人，交给另一个人，那个人一定是让你非常有你对他一定非常有信心，你不会是害怕回头要顾着后面会不会有刀剑过来，你会很放心的只面对你前面的困难，只面对你前面的敌人，即使这场战役会输。即使耶稣因为降服天父上帝的主权，无法将伯总的口碑来刷走，主啊，这个口碑你敢会当甲我来刷走？这也是耶稣的恳求。就算讲耶稣因为要降服天父上帝的主权，无法度将伯总的这个口碑来刷走。伯总也因为伊甲耶稣这种会当背靠着背，
做伙来征战，好会征战即种结连的关系得到安慰，也会因为伊甲耶稣的关系，人生得到快乐。上帝通过侪侪无共款的环境，不断地考验咱对伊的信心。上帝伊对头到尾拢毋望咱，毋若是只有听讲有耶稣，是爱亲像八种，较无亲近耶稣，是借着信心，毋是借着咱所看见的，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、心里感受到的，我们的信心就崩坏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在这个时候跌倒，会认为有主在我船上，这个风浪，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就沉下去了。兄弟姊妹，咱所看到、所相信的，毋通只有停伫即个世界表面上咱所得到的遐个物件，毋通只有停伫目睭看会到，是爱对心底、对咱的心底发出对耶稣的渴慕，认定伊、结连伫伊，同心同行，亲像一对翁仔某，亲像一对夫妻，就算讲经历各种的风影，就应该安怎？若是有拄着风影的时阵，就应该搁较注重彼此的关系，三甲牵手，同心同行。其实夫妻的盟约，夫妻之间的盟约，就跟我们上帝的约是一样，都是一种盟约啊。同心同行的本身就是上大的福气。毋望八种的见证，伊甲主耶稣迄种，即使经历死亡、失败，也无法度拆离的迄种的关系，会一直出现伫咱每一天的生活，互咱的烦恼、忧愁、强要孤单的心，伫主耶稣拢会当得到安慰、透放甲自由。毋望八种的见证，也诚做咱家己本身的见证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就算讲伫大逼迫的苦难中，就算讲伫上帝旨意还未显明的时阵，阮犹原要信靠，犹原要继续甲你同行。愿信心帮助阮未受到魔鬼撒旦的引诱、搅扰甲约束，袂因为世间一切的歹代来动摇阮的心智。愿主耶稣帮助阮对八种的见证来学习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就甲主同心同行，往上帝所应允的所在进前。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诗，信诗466首，信诗466首。天顶大开稳定的门，请起立。这个是主是给
请坐。奉献，请书献会当讲。请起立，唱奉献诗。请坐。讲到，请掀开主保的内页。咱讲道的事项，咱来持续为着教会意向，慢慢有来为主保守阮的心，时常较无甲耶稣同心同行。无论拄着偌大的风浪，咱着爱信心坚定，袂摇动。咱嘛来为着基体卢雪英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汪林静秀、刘淑珍、陈秀龙、许章美、黄世琪、李碧莲、林以诺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沈淑慧、陈丽水、郭仁吉、郑春、林朝泰、蓝永晴，来为着因来祈祷。咱嘛为着教会兄弟姊妹，最近因为天气变化多端。温差很大导致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身体不舒服、感冒，那么为着因来得到医治、得到平安来祈祷。接下来我们也要进入了清明节的时期，愿主来保守大家伫咧扫墓追思的过程中出入平安，心得安慰、坚定、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
感谢你听阮众人的祈祷，求你纪念阮所摆伫你面前的代求，无论是教会的需要、个人的需要，也是世界的需要，愿你的心意真成全阮，伫阮中间。求主帮助阮，拢行伫你的旨意内，照你的真理来活。愿你的名得到荣耀，愿阮拢做你和平的器具。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祈祷讲：愿伫天地的爸，愿你的名信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目的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虚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伫报告大神，咱今仔日有对美国转来甲咱做伙来礼拜，咱欢迎李方明跟陈丽兰夫妇咱请起立来欢迎。请坐，请坐。好，咱来看周报。教会消息，今仔日要办下奖学金，咱这个时间咱交互教育部的长老余祥长老。喂，大家平安哦！真欢喜，今仔日有10位的学生会当来领教会奖学金。咱教会奖学金的规定是，你若是定定来聚会，你就有奖70%。希望遮个学生会当伫细汉的时阵，就会当有基督的信仰伫因内面。当然，阮嘛鼓励因伫学校的时阵嘛有好的成绩。但是学校只奖30%。这2项的成绩，你若是超过80%。超过80分就会当领奖学金。教会希望透过这奖学金，鼓励无论伫信仰也是学业，咱建成教会的囡仔都会当有好的表现。嘛请兄弟姊妹继续提因关心代祷。咱即马就开始颁发咱的奖学金，从后面开始。我们大学有一位是我们的吴爱轩，有来吗？拍手一下。然后我们高中有3位，高中很厉害我高中从来没拿过奖学金。林子爱、余秋雨、张佑佳，3位都是教会满分。学业也满分，很厉害。好，国中张佑哲、廖一楼，也很厉害。国中我有拿过，好，国小一定要拿的，黄木成、余木光、蓝泽清、黄木琴、林永宁、廖子安。邱祖佩、蓝泽香、邱祖熙，恭喜，拍拍手。好，我们请牧师来颁奖。
这些孩子们来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这些孩子有一个属灵的家，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一起携手前行。主，感谢你赐给他们聪明智慧，让他们在他们的课业上，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信仰里面不断的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愿主你也保守看顾他们，能够在未来的道路，在他们父母的引领之下，在这个信仰上，在主你为他们所开启的道路上，人生道路上，他们很稳稳的在真理的道上走，不偏左右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主你施恩赐福这一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信仰能够一直持守到一生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拍手鼓励一下他们。口罩要不要暂时拿下来？没关系啊，如果你感冒，不要讲话就好了。好，咱继续来看周报第2项4月6号我们要举行清明联合追思礼拜。那个联合追思采登记制，没有登记的将不列入追思名单。那你在登记的时候，请你要注明你是要在台语礼拜还是华语礼拜。好，那再请你把故人的照片交给干事。那今天就是最晚一定要到柜台登记哦，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好，那来继续看第3项，2025第2季的新眼光读经手册，在招待桌，欢迎大家自行拿取。第4，我们第2季的服饰排班表已经张贴在楼下1楼的公布栏，还有各团契的赖群组。那如果需要纸本的兄姐，我们可以到1楼的招待桌自由索取。咱来看团契消息，4月26号是雄林团契，因要举办春季灵修之旅，地点在宜兰，我们的报名费是1100元。那从现在开始到4月15号，就是额满就截止了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。那如果想要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的话，我们跟我们的会长张美美来报名。那奉献明细，大家自己来看。上营信息508首，信息508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、安慰甲感动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袂倒避讳，